今日維修 iPhone 12 Pro， 客戶話揚聲器冇聲，經過檢測，聲音只會由底部揚聲器出頂部聽筒，完全冇反應。呢個都係 iPhone 12同12 Pro 嘅通病。客戶仲反映電池唔耐用，淨係撐唔到一上午，一佢幫佢換埋，先清理乾淨電池背膠，拎出預備好嘅新電池，扣好排線裝妥。而家處理頂部聽筒冇聲嘅問題。iPhone 12 Pro 嘅聽筒排線係焊死，成組換嘅話，人臉解鎖功能會失效，所以只可以將聽筒同排線分拆，單獨更換損壞嘅聽筒，再焊接全新正常嘅聽筒上去。跟住將更換好嘅聽筒裝反屏幕固定妥當，聽筒冇聲嘅故障就修復，之後逐步還原機身組裝。開機測試下，睇下正唔正常。之前講過呢個聽筒故障竹通病，主要症狀係打電話接聽電話時聽唔到聲，淨係出現喺 iPhone 12同12 Pro 機款。當年呢個故障仲引起好大迴響。擰反底部兩粒螺絲，整機維修就完成。大家部 iPhone 12或者12 Pro 有冇出現聽筒冇聲嘅情況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㗎。